他还没回来就被对方给砍头了，然后啊，等大家瞧好之后，准备要打了，然后冲前面的是谁？其实就是带领的那个将军呢，他骑着马在前面冲嘛，就冲过去了，然后后面的那个士兵呢，有的用跑的，用骑，就冲过去就开始两军就开始交战，所以我们那个时候，那些长官就会说，其实你在带领部下，其实也是一样，你凡事都叫你去做，你去做，那也许你有这个权威人家不得不服你，可是呢，你要是能够用这个所谓跟我来，我就是带着你们去做，那这个差别其实是差很多的啦。人家有第一种是怎么样，你去做没办法，因为你有权，所以我必须听你。可是呢，你跟我来因为你长官都在这边做嘛，下面人当然就不敢偷懒，所以其实这个道理大家都能够了解，都能够体会的。所以这边呢跟我们讲，为政就是要依照这个德性依照这个德性。那到底哪一些才是德了？那就是在我们等一下的几个选文当中呢，会逐一的去讲到了。OK， 那我们现在看我们选的第一段，我们选文的第一段呢是第二章子曰诗300，一言以蔽之，曰思无邪。这句话的意思呢，概略的意思，或许简单解释一下。孔子跟我们讲说，《诗经》有300篇，他用一句话来概括就是思无邪。他的思想是没有什么邪念的啦，是很纯洁的意思。那我们先来看一下这个《诗经》为什么叫诗300？因为《诗经》呢，它总共有305篇，那简单就把它称作300，诗300。那我们这边呢会先简单跟大家介绍一下关于这个《诗经》的这个部分《诗经》的简介那《诗经》呢，它其实是中国历史也那个历史以来最早的一个诗歌的总集它是最早的。唐诗是在唐朝诗经其实是在更早。那原本它名字就叫诗那到了汉朝开始大家把儒家的那些学者呢，就把它奉为经典，所以后来就改成诗经。诗经那它其实大部分的作者呢，都已经没办法去考证了。它其实到后来变成一种人家在流传这种就是两美类似那种民谣这样子。那不好意思，有一张搞错了。我们先看这一张
那我们概略来看一下《诗经》的一个分类啦。诗经它有300篇哦，那人家把它简单分成这几个部分哦，叫做46义哦。什么叫40呢？就是40就是风、大雅、小雅、颂，一般简称叫风雅颂啦。就是诗经把它分成这几种。那6义呢，就是再去把它细分出来。风雅颂赋比兴有这几种。那所谓的风雅颂呢，其实它是针对音乐的不同去分类的。那赋比兴呢，它是诗经的一种表现手法上的差别了。或者这个概念介绍一下而已啦，因为这个是我们要讲的一个重点。那所以其实诗经它包含了几个部分哦。他说音乐的不同是因为像风雅颂啊，风一般又叫国风嘛，它是一个国家，因为那时候很多小国啊，所以每一个国家呢，他们呈现出来的风格又不一样所以国风它就是针对这个国家的特色他们在流传的那些诗啊，那雅什么大雅，前面上面有写大雅、小雅，还有一些颂，其实它记事的是很多记录的是分类是有一些不太一样那这个细部呢，大家有机会大家再去研究这个我们讲太多时间可能就不够所以概率来讲，就是诗经呢，它其实有一些分类所以从这些分类我们后续就截取了2段我们大家比较耳熟能修在河之洲窈窕淑女，君子好逑参差荇菜，左右流之窈窕淑女，寤寐求之，求之不得，寤寐思服。然后后面还有悠哉悠哉，辗转反侧，参差荇菜，左右采之，窈窕淑女，琴瑟友之，参差荇菜，左右芼之，窈窕淑女，钟鼓乐之
这个河里面哦有这种荇菜哦，长得参差不齐哦，它左右流是在这个河这边呢，又流来流去的哦。这个漂亮的女孩子哦，寤寐求之，就是说啊，这困难的想啊，就是说白天也想，晚上也想，这样子哦，求之不得呢，寤寐思服。可是呢，又一直又求之不得，又追求不到，然后也一直在想，就对了哦。那他再来就用了一些哦，又在用哦，他说这种悠悠的思念哦，一直没办法结束哦，那辗转反侧哦，他困没体呢。然后接下来还要讲到这个荇菜哦，左右才知哦，窈窕淑女哦，他就是琴瑟友之，就是那种琴瑟跟钟哦，就是那种和鸣啊，哦，合在一起就会很悦耳这样子啊，意思就是说，这个女孩子哦，要是跟我在一起，然后那我们能够有一个很好的家庭啊，一个很好的想要把就是他意思概略的意思就是这样子。那有时候我们会去看到去啊，这好像是在讲男女的情感哦，啊，有的人会觉得他是流于什么滥情啊什么的哦啊，可是呢，孔子他为什么会跟我们讲诗无邪哦？因为其实《诗经》它有很多部分是在讲这个情的部分啊，哦，情啊，当然它《诗经》有一部分刚刚有讲嘛，哦，风雅颂哦，它有一部分其实是在讲国家的事情哦，所以我们看《中庸》哦，有很多部分哦，孔子也会去讲到诗啊，他会引用诗经的话，然后所以在这边呢，